即届的卡农风台拄好拄到大涝，北部一寡地势较低滨海地区拢淹水哦。新北市瑞丰的皮头渔港伫初二半暝有真侪粪扫，拢互风台扫到港边。今仔早起个地方是个继续在摒扫。工程车持续作业，要甲粪扫拢组织起来，因为港边甲路边的粪扫实在是太侪。伫新北市瑞丰的皮头渔港。经过卡洛风台外围宽流，甲大涝了后，就变做这款的模样。15号，那个是最高潮的时候，所以高潮呢，它那个海水啊，那个涨潮就会跑到路上来，所以我们昨天呢就加班把路上的这个都清好。啊，昨天晚上又进来，因为昨天晚上大潮到11点最高潮，它又涨了。初时透早，规个皮头渔港的海面甲路的，规个拢是长期的树蛙、玻璃拢，还有各种的管啊等等的废弃物，铺伫海面的粪扫数量是真惊人。渔会等等的相关单位持续伫清理，一直到晚到的时阵，车路才渐渐有法度互车通行。从红台前一天开始，昨天晚上又涨潮又跑上来了。对，已经习惯30几年了。因为皮头渔港是属于天然的海湾，是真好的渔港。不过嘛，因为渔港的形体较长了。近摆若风台，就会有海顶的粪扫风拍入来港内。像即届为初二半暝开始，就有真侪海顶的粪扫规个跃入来片头渔港，甚至是路的。原来这款的场景对当地的民众来讲，因讲早就已经惯势啊。这重点就是那个比较轻的会飘来，像我早上打开来，这边都已经飘了一堆垃圾。真的要讲说习惯了，没办法，这是也不能说天灾什么，其实也是人祸引起的。我们如果不乱丢垃圾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严重。渔会表示，风台走了后，海面甲车路的粪扫拢会清理好势，若无可能会阁流出去，影响到其他的地区。即卖目标是要伫拜6礼拜进前，甲渔港规个清理好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